江健来自西安，江健 from 西安。他的职业战绩至今已复。身穿蓝色短裤的他，1992年出生，绰号“秦王健”，身体灵活，同时技术也好，是一名进攻型选手。作为左架拳手的他，潜心练习拳击已有4年之久。接下来是今天的倒数第2场比赛，超重量级江健对阵伊利夏提。伊利夏提艾尼瓦尔来自宁波，身穿红色短裤的他，绰号低调男孩，脚下灵活，速度快，爆发力好，属于压迫型打法的拳手。他的职业生涯至今已有3胜2 KO， 无败战绩。他们之间将进行4回合超重量级168磅对碰。这场对决的主台是韩宏翔，边台是杨红、林伟庆、赵宇斌。接下来是今天的第8场拳，超重量级宁波来的伊利夏提艾尼瓦尔啊，显然只是注册在宁波了。他教练田东是在宁波发展的一位教练，当然田东教练应该自己也不是宁波人，我记得啊。伊利夏提是来自于新疆的拳手，对面是江健，江健之前打拳击联盟的第1场的比赛是输了的啊。今天这场比赛从历史战绩，从在拳台上面给我们的印象来看，红角这边是有优势。这就是伊利夏提。2位拳手都是正架。哦。江健啊，还有后手的虚晃，再接前手，打得挺丰富。好拳啊！好的，腹部连续的腹部勾拳，漂亮。这个后持，好的。哇吼！他的这个后直，不打了啊！直接被判了首回合还打了1分钟 ，TKO 啊！裁判台裁韩宏翔一看这个路子不对，直接不打了。这个呢，我们说就是属于裁判的风格和判断上面的区别。但是其实，这个裁判的判断一定是准确的，只不过有的裁判呢可能会多给江健一点机会，当然最后的结局其实不会有大的区别。虽然我们的伊利夏提绰号低调男孩，但是他的拳风着实不低调。但是同时，我们来自蓝角的江健也非常顽强，请为我们的蓝角大家来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看，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前手的近体直拳，打到江健呢，只能是用自己的前手挂在对方的脖子上面了。那这个比赛确实是不必再打下去了，台裁的判断非常清楚。请双方选手到拳台上来。这场比赛，红角对蓝角 ，Red corner versus blue corner. The winner is Red corner. 红角伊利夏提第1回合54秒 TKO 获胜，让我们大家恭喜伊利夏提。好了，我想我们的拳击宝贝 QQ